讲吼，是中配会南区卡拉 OK 的内底3位会员，伊要来表演吼。即个因有3位，有2位要跳舞，两对一对阿妈某要跳舞，一位要唱歌。因连续要唱2条歌，第1条歌是40年前吼，台湾电影电视足出名的一条，迄个伊的电视主题歌吼，叫做《昨夜星辰》。我想大家拢对这个，我想80%的人对这条歌拢足熟吼。这也是歌星林淑荣的成名曲吼。咱即摆要请周正庸、杨少华夫妻，因要用台湾探戈。我对跳舞是不懂，他告诉我，伊要用台湾探戈来跳。另外苏松茂先生为因播唱，好，多谢。昨夜的星辰已吹动我，像是在遥远的我，想起朋友已忘记。星辰，爱是永远的星辰，在银河中坠落，唱一首那温情那温暖，今夜星辰依然闪烁。今夜的星辰依然闪烁。爱的我，要得到陪了他死去，让爱深深埋在心窝。爱是不变的星辰，爱是永远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落。唱一首那温情那温暖，今夜星辰依然闪烁。是一个日本歌曲吼，伫海外吼，有足侪歌星拢甲翻唱用因家己的语言来唱吼，所以这条歌日本名叫做《Tsukiyaki》，不过即摆甲翻做中文叫做《昂首向前走》吼。这条歌伫当时吼，流行音乐榜有4礼拜拢荣登榜首，所以是一条非常轻松的歌吼。这条歌吼，连咪音乐放出来时候，我希望大家会当用拍手来跟他伴奏，很轻松的一条歌。你嘛听到这条歌，你想要跳舞，嘛真欢迎你同我起身来跳吼。我特别要甲大家讲一声，就是讲，拄仔
迄条是用台湾探落跳，下面这条因为用台湾这叫做啥？台湾三步来跳这条路。周先生以去年这个背部脊椎开刀，即摆复原，所以复原了，今仔日是第一届来咱中北会个表演所以咱掌声给他鼓励，好不好？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思い出す春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滲んだ星を数え思い出す夏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幸せは雲の上に幸せは空の上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思い出す秋の日一人ぼっちの夜悲しみは星の影に悲しみは月の影に上を向いて歩こう涙がこぼれないように泣きながら歩く一人ぼっちの夜一人ぼっちの夜丽华，我嘛有活到90岁，你互我去台顶唱歌互中国听。今仔日所幸生就是活到90岁。我再去看咱中国的记录，我发现还佫两个人嘛是活到90岁。今仔日，第一位是啥人？林惠美，坐你倒。林惠美女士坐在哪里呢？林惠美，另外一位是什么？帮我找找林惠美，林惠美躲到哪里去？另外一位是尤艳玉尤老师，尤老师因为要开来顶头，给咱表演画尤老师在那边，请你看看好不？我们有一个小小礼物来这个男生，好。然后来，有没有这个给尤老师好了？那惠美进来了没有？惠美上厕所好，我们大家一起跟他唱生日快乐好不好？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讲到大机会，多谢。